今日帶你哋睇一間樓盤中嘅愛馬仕1號湖畔。返到屋企嘅第一步，呢度嘅儀式感已經為你準備好。今日我哋唔講建築面積，我哋講藝術面積。你有冇諗過揀一間屋可以好似揀一件收藏嘅藝術品咁樣？佢哋同樣擁有不可複製嘅稀缺性，同埋一種直達內心嘅共鳴。為咗配合返豪宅標配嘅調性，刻意調整咗廚房同埋玄關嘅比例。客廳嘅靈魂係一場內外呼應嘅對話。成間屋嘅設計概念係以水為主題，整體係用弧形去表達空間嘅秩序感。畫入面日落嘅雙旋方向同單位真實嘅日落係完全吻合嘅。而呢一幅畫係邀請咗本地嘅藝術家為呢個單位而畫嘅。藝術同現實喺呢一個維度交匯，每日嘅黃昏你都擁有兩場日落。每逢煙花節日，你屋企就係最靚嘅觀景台。呢個超過1800尺嘅佈局，既有大氣嘅社交空間，亦有極致私密嘅個人天地，一個頂級嘅家，價值遠遠超過一串數字。佢係由絕版地段、稀缺嘅景觀同埋呢種不惜工本嘅藝術追求共同鑄造嘅。佢唔單止係一間屋，更加係一件可以住入去嘅藝術品。關注 Angel，以雷達視野見豪宅真章。